娘娘，国主冲到瓦官寺去了。裴公公，快去救国主！快，是，快跟我来！快跟上！快！保护国主！保护国主！快！退下，皇上，退到30步以外。只要我一举手，你们3人就立刻万箭穿心。你以为我死了，你还能活命吗？你错了。我上马杀敌，靠的是以刀剑争天下，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？你要跟我同归于尽，可以呀。你读的书要比我多，但是我的人生历练要比你丰富。你要跟我斗智，我都可以奉陪，更何况是斗力。要不是当年你尊称我一声大哥，我现在就可以一剑杀了你。国主都不怕死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至少从此以后，我不必再受你的欺压，不必担心你的野心，更不必忍受你的挑衅。你问我气什么？我唐以小事大，小心翼翼奉你为上邦，年年向你纳贡，养你鼻息，还得时时刻刻忍受你的嚣张气焰。不论是你对娥皇念念不忘的心意，还是你对我江南国土虎视眈眈的觊觎，我都可以相忍求和。可是你不会满足的。小弟年轻，人生经验不足，要跟你斗智或斗力，可能都不如你。可是如果真的要说爱家爱百姓、保家卫国，我是一点都不会输给你赵大哥。你大宋国大力强，我唐虽国弱，但我却也不愿受辱。能和你大宋皇帝同归于尽，何尝不是我的光荣？住手！娥皇，住手！你们都把剑放下，把剑放下，都放下！放手！放手！国主，国主，是臣妾不好，是臣妾不好，都是臣妾不好，是臣妾让你这样的，对不起。请你不要忘了你对我的承诺。国主，娥皇不该给你带来这么多的麻烦，但是请你相信娥皇的清白。娥皇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，从来都没有。我知道。你放了他吧。娥皇，你不用替朕担心。李煜，你听清楚了，朕答应过娥皇，不动干戈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当你不仁、不义、不智的时候，朕照样会讨伐你的，你记住了。娥皇，请你保重。为了你，为了唐，也为了李
留珍重吧。传太医，快！快！启禀国主，按娘娘的脉象，娘娘根蒂空虚，三阳并累，臣措手实难，臣只能勉强拟一方子，邮寄天佑。邮寄天佑。老天爷，朕该用什么办法，才能把娥皇留在朕身边？请你告诉朕。娥皇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一定要好起来。是朕错了，朕以为朕只要不改变对你的爱，一切都不会改变。朕太自私了，朕完全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。赵匡胤骂得对，这真是不可原谅。娥皇，你听见朕说的了吗？娥皇，国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原谅朕。如今你是大宋皇帝，而我在嫁给李煜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是江南的国后。为了你，为了宋，为了唐，我们不但无法重续情缘，从今而后还得断绝思念，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。我努力的出人头地，为的就是我和你的爱能够圆满。如今，我站在了最高点，你却告诉我，这正是我们不能相爱的原因。娥皇，你知道吗？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残忍呢！
这段情即使不能开花结果，我对你的深情此生都不会被抹去，即使是埋心底，都不会被抹去，不会抹去的。仲轩，仲轩，荷花，你醒了。臣妾好像梦到仲轩了。他带臣妾到一座山上，那山上开满了爱之花，好漂亮。可是他不停地跑，臣妾怎么追也追不上他。臣妾。那只是一个梦，别想那么多。来吃药。可能是臣妾太想他了，他病了，臣妾这个做母后的也没办法去照顾他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应该好多了，应该能走能跳，应该跑过来想见母后了。来，赶快把药吃了，把身子调养好，才能去照顾他。国主，不然一会儿臣妾喝完药，你带臣妾去看看他吧。你要是怕臣妾的病会影响他，那臣妾就站在窗口看。他要知道母后来看他了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国主。仲轩出什么事了？国主，如果仲轩有什么事情，你不能瞒着臣妾。臣妾是他的母亲，有权利知道这一切。国主，仲轩。小公爷，你看这些东西，玩具小马，还有纸啊、笔啊的，都是国主和娘娘让小的准备的，你一定要收好啊，小公爷。朕记得有一次，花墨竹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吵着说他要画，朕就拿了一支笔给他，他就在纸上乱画。朕问他画的是什么，他说他画的是风，风把一切都给吹乱了。他真是一个聪明的好孩子。
朕要追封他为齐王。这里这么荒凉，仲宣一定很害怕。国主，如果有一天臣妾也过去了，请把臣妾也葬在这里，有臣妾这个母后在身边照顾她。仲宣，他就不会害怕，不会寂寞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到蜀国勘察地形的张辉送来了一张蜀国的地形图啊！地形图，快打开来看看。好。河流山川，道路桥梁，真是尽会其中啊！哼，这张辉画的可是真够仔细的啊！就是，张辉还说孟昶生活糜烂，穷奢极欲，连他用的尿壶都镶有七宝啊！这个孟昶真有这么奢靡吗？这蜀国有这么富吗？蜀国虽富，但是官府横征暴敛，百姓苦不堪言呐。成都城内就流传着朱山长的一首苦热诗，叫做“凡蜀欲征无弊处，凉风清冷几时来”。这首诗啊，连老人孩子都朗朗上口啊。凡蜀欲征，难道这是在骂蜀孟朝廷暴政吗？正是，他们正盼着大宋朝廷早日送起清风凉意啊。这么说，这孟昶他不仅该罚，而且可罚呀。正是，皇上。光义呢？他现在人在何处？有没有传什么消息回来？他现在正在和曹彬在后蜀国勘察地形，现在大概在夔州，估计很快就回来了。好，等光义回来再做商议。是。走。是。花蕊夫人来了！哎，快看！哎，客官，哎，快来看呐！快，哎，看！哎，客官，你瞧啊！哎呀，客官，你们今天可真是碰到好运气了啊！有眼福啊！哎，看花蕊夫人，她是我们皇上的贵妃，是蜀国的第一美人啊！花蕊夫人，她可真是个大美人啊！这下可有意思了。客官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，她当成是天下第一美人啊！啊，你看多美啊！哎，看呐。大人，太像了，简直像极了。惠妃，请。曹彬，你跟我走。是，你们两个先回客栈吧。是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把我像商品一样在老百姓面前炫耀，你就是不听。你是朕的妃子，长得漂亮，老百姓喜欢看，你就让他看吧。朕要让所有的子民都有幸瞻仰他们心目中美丽的贵妃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你这也是替朕拉拢民心，安定民心嘛。你看你，封锁街道，造成一片混乱，让老百姓无法营生和作息。这算什么呀？是他们乐意看他们心目中美丽的惠妃。好了，惠妃，你不要再生气了。
我们这一次来夔州，主要是安排你蹴鞠和洗温泉，不要辜负了王昭远的一片好意。是啊，请贵妃息怒，臣已经在大园子里准备好了女子蹴鞠，请贵妃更衣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好。看来，他比周娥皇还多了一丝野性。这就更有味儿了。既然周娥皇是皇上的，那么惠妃就应该是我的了。他晕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小的只不过是一个画工，因为仰慕贵妃容颜，所以才会躲在树底下画贵妃蹴鞠。皇上恕罪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您看，这就是刚才他所画的画。对，皇权曾经提起过你，朕也曾经找你入宫画画，可是被你拒绝了。想不到你这个人，竟喜欢偷着画。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。黄茂，这次你可逃不掉了。朕要你帮朕画一幅贵妃出浴图。贵妃现在正在沐浴呢，朕要你画出她那美丽的胴体。贵妃出浴。启禀贵妃，画师来了。
事情就是这样。走，走，跟走。跪下，跪下！皇上，人犯带到。你们俩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充画师来蒙骗朕！皇上，下官防范不周，愧对贵妃和皇上，请皇上将二人立即处死。我们只是看贵妃蹴鞠而已，也罪不至死吧？冒渎贵妃欺君罔上，还不该死！大人，别求他，死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哼，有种！退下。是。这么有志气啊，是一条汉子。来，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哦，朕怎么不知道蜀国里还有你这么一个人渣呀？这个混蛋，偷窥贵妃，朕还傻了吧唧的让你帮贵妃画裸像，这不只是侮辱，你简直就是戏弄朕！朕要是就这么杀了你，太可惜了，太便宜你了。王昭元啊，臣在。你替朕想个好办法，看看用什么刑罚处置他们。哎，皇上，要不将他二人腐刑阉割，再发配边疆。然后啊，朕会把你的小宝贝放到来。本宫放了你们，是本着一念之仁。因本宫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因我而受刑。你们仪表堂堂，身强体壮，应该想着如何报效朝廷，而不是做一个登徒子。是啊，贵妃教训的是。还不快走！好，谢贵妃。撤！
皇上，孟昶昏庸无道，奢靡无度，不恤政务，以凌虐人民取乐。而且，他以王昭远那种不学无术之人司掌朝廷重任。皇上，臣弟认为，这个机会难得呀。伐孟蜀将如探囊取物，请皇上先伐蜀。皇上，臣也赞同先伐蜀。朝廷大军出师，得有正当的理由才行。赵普呢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他人呢？皇上，皇上，臣来了，臣带有喜事要报啊！有什么喜事？这个孟昶竟然听信王昭远的建议，派军校赵崇涛前赴北汉，密约发兵南下，要合攻我大宋。这是蜡丸密函。这孟昶有那么大胆子吗？是。穿越600里子午道，直抵长安，我军将无暇西援。关中客气什么呢？是，说的有理。赵王全斌、刘光义，还有曹彬、崔彦进等人，让他们进京。大军将士入蜀之后，不得焚烧房屋，不得抢劫利民，更不得挖人坟墓、奸伐丧者。违令者与军法严处。凡攻克城寨，只要将军械粮草没入充公，蜀国库中的钱帛，可以全部分给将士们。朕所要的，不过是西川的土地罢了，绝不可纵兵抢掠，扰害百姓。末将遵旨。曹彬，如果攻到成都蜀宫，要小心的保护惠妃。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是，末将明白。赵普啊，命人在汴京右雁门外汴水河边，挑一块风水好的地方，给孟昶一族建造宫室500间，宫内所有帷帐和用具要准备齐全了。孟昶家眷多，不要让他住得太拥挤。臣遵旨。老皇，朕今日已派大军伐蜀去了，这是朕统一天下的第2步啊！哎，要不是答应了你，
朕今天征伐的应该是江南，那样我们就有再相见的一日了。娥皇啊，要忘掉你，还真是不容易啊。花蕊夫人，她是花蕊夫人。难道这世上真会有这么相像的人？娥皇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好些了没有？当时朕应该把你带回来诊治啊！姐姐，我来吧。老娘，我想吃你以前给我做的冰糖莲藕，你再给我做一点好吗？好啊，晴儿，你陪咬娘去。是。佳敏，过来。咬娘是个直性子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跟姐夫，我不是的，真的不是的。我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从小就对姐夫印象很好，这种好印象一直存在脑海里。可是没想到长大了，没预期的又碰上了。姐姐，我没想要伤害你，可是越不想伤害你，反而把你伤得更深。姐姐都明白，不要再说了。姐姐不怪你。我还以为他是王爷，是你让他来找我的。姐姐，这都是阴错阳差。其实，这也许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缘分。到现在，我应该感谢这种阴错阳差，这是命运的安排。如今，我反而很高兴，你是我的亲妹妹，有你照顾国主，我也可以安心的走了。姐姐，我不要你说这样的丧气话，我们需要你，国主她需要的是你呀。我怕自己时日不多了。多，姐姐。就记得小时候，只要你一哭啊，姐姐就跟你弹琵琶。你一听到姐姐的琵琶声，就不哭了。我也记得小时候，喜欢看姐姐弹琵琶。姐姐弹琵琶的样子，真的好美。看你的眼睛都哭红了，傻丫头。那姐姐就再为你美一次。这是当年我来参加选秀的时候，在御花园遇到国主，我们合奏的第一首曲。
文皇，国主，对不起，臣妾不能再陪你了。答应臣妾，为臣妾好好活着，为臣妾幸福的活着。朕答应你。婢子多幸，托至君门。妾貌华宠，已届10年。世间女子之容，莫过于此。所痛惜者，黄泉路尽，来日无多。自伤身没，无以报德。
上。皇上。国主！国后丰才富裕，姿陶渊质，奇气传华，柔仪俊德，卓孝腾芳，孝爱克全，熟天不假年，聚而薨逝，得年20有9。举国哀悼。陛国主恳请上邦皇上准予追封国后，谥号昭惠。以彰其德，以显其方，以扬其惠，以厚其容。扶启皇上准奏。娥皇，一路走好。公元964年，出征伐蜀的北宋6万大军分水陆2路，于同年12月已进入蜀地。宋军兵强马壮，所向披靡。消息传到后蜀成都宫廷，后蜀皇帝孟昶惊骇万分，即召王昭远义士视为孟昶的母亲李太后得知。皇上，大臣们已经在议政厅了。儿臣参见母后。王昭远才疏学浅，好高骛远，不是将才，他不能为我蜀国退兵。过去我听先皇提过，蜀国真正有谋略的人只有高彦筹，要议事应该召回高彦筹将军。母后，如今高彦筹在外驻守，想要急召回来，怕是来不及了。母后，先让儿臣听听王昭远他们怎么说。参见皇上。免礼。
皇上。诸位爱卿，你们还有什么想法？皇上，宋军2路来攻，国家危急，臣自愿领军退敌。你有把握吗？刚刚太后提到高彦筹，要不要传高彦筹回京商议？皇上，宋军来2路，我们也可以分2路对抗，就以臣和高彦筹分别率军抗敌。臣保证叫宋军有来无回，请皇上放心。你真的可以吗？请皇上放心。好，朕就命你为西南行营都统，赵重涛为都监，东路就以高彦筹为都统，叫他戍守夔州。是，皇上。请加派吴守谦为高彦筹的监军，这样一来，就万无一失了。好，就照你说的办，即刻整军出发。臣遵旨。这一仗关系朕和国家的兴亡，诸位爱卿，能否克敌制胜，朕全靠你们了。王将军，这杯酒，朕祝你早日凯旋归来。皇上。臣自比诸葛武侯富于方略，此次出城岂止是克敌制胜，臣要率大军直捣汴京，收复中原。收复中原！收复中原！收复中原！皇上，皇上，听说夔州失守，高彦筹以死殉国了。那王昭元也败了。他已经退到剑门关了。宋军要想过剑门蜀道，就像要从门缝里穿过一样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剑门关是天下第一玄关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关，所以他一定要守住，他必须要守住。那大臣们怎么说？我们是不是该派人去协防？朕已经派太子去剑门关协防了，你放心吧。我们蜀国自古就有这么多天然屏障，你不用担心的。臣妾曾经听过三国的故事，那魏将邓艾能绕过剑门天险，由阴平小道入蜀。阴平小道早已经被封锁了。那还有没有其他小道呢？他们会不会又循其他小道入蜀呢？黄全斌听到蜀军的降将说，有一条来苏小道可通到剑门关的后方，他就派了曹兵率一队精兵效法当年的邓艾，绕小道至清江殿后，与大军夹击剑门。剑门关就这么被我军一举破关，王昭远和赵重涛也被我军俘虏了。好。皇上，如此一来，破了剑门关，蜀国之亡已经指日可待了。没错。不过，一日不看到孟昶的降书，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。赵普，臣在。孟氏官员来到汴京的将才不下100人，你去和薛居正研究一些虚位官职，到时候也好给他们用上。是。还有，朕要给孟昶盖的园子，得加紧赶工啊！臣遵旨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皇上，臣弟记得，
皇上说要封赏臣弟。哈，那你想到要什么了吗？皇上，臣弟想，等孟昶带家眷来汴京之后，请皇上把孟昶的惠妃赏赐给臣弟。哈，就是那位就像你宝贝儿的惠妃吗？是。臣弟知道，知恩要图报。孟昶他生性残暴，惠妃不应该再跟着他了。嗯，好，朕赐给你就是了。多谢皇上。我3万大军竟兵败如山倒。皇上，现在成都还有多少兵马？太子会带兵回来护驾吗？哼，太子还没到剑门关，半途听到剑门关失守的消息，就带兵往东川逃逸了。连敌军长什么样都没看到，他就逃跑了。皇上，大臣们商议后怎么说呢？有人建议再招募新兵，可是有的人又说，招募了新兵也上不了战场。宰相李浩倒干脆，他主降，说他可以拟降表。真是丢脸！前蜀被后唐所灭，是他拟的降表，如今他又要再拟降表降宋，我们朝廷就没有一个有骨气的人吗？哼，除了投降，除了招募新兵，难道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吗？我们蜀国不是没有兵，我们有14万大军，可这14万大军人呢？啊！朕父子以鲜衣美食养士40年，可一旦遇敌，这14万人竟然只知逃命，就没有一个人肯为国家向东发一矢，就没有一个人肯为朕领兵抗敌吗？皇上，启禀皇上，石老将军求见。石老将军，参见皇上。我石军自愿请缨御敌呀，老将军。皇上，老臣虽告老还乡，但如今国事危急呀。老将军有何见教啊？有一名把职的刺史，全师雄对老臣说，他能招募到1000名闾里青年来抵抗宋军。1000名青年，几万名大军都无济于事，这1000名青年又有何作用？皇上，既然不能守，请封存府库，准备归降。请皇上归降。太子和李廷圭那支兵走东川，他们不肯回成都。惠妃，京城已无兵可守，已无人肯来救援。廷议中，宰相欧阳询递了一张纸条，他说：“无可用之将，无可战之兵，战而溃，必使满城断垣残壁，不输投降啊！”他说：“战必溃，朕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可走了。”惠妃，惠妃，朕完了，我们的好日子完了。惠妃，儿臣错了。儿臣没有听母后的话，错用了王昭远，把国家给亡了。儿臣对不起先皇，对不起列祖列宗啊！母后，儿臣对不起您。母后，事到如今，儿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起来吧。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你才来问我该怎么办。我不给你出主意了，你告诉我，你今后打算怎么办？母后，大臣们，他们都建议投降啊。我问的是你，投降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